大家好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呢隻超順亞米加呢係海馬系列嘅 Aquaterra。海馬系列腕錶係向亞米加輝煌嘅航海傳奇致敬，直徑係41mm，白色嘅錶面係做咗獨特嘅甲板式橫向紋理設計，靈感係源自豪華遊艇上面嘅木甲板。錄時位置設有日曆窗，而指針同埋刻度係經過白色夜光塗層處理。呢款腕錶係獲得瑞士官方天文台認證，來自咗亞米加自家8900機芯，防水深度有150米，不鏽鋼錶帶配搭咗呢個咁靚嘅蝴蝶扣。透過呢個透視底蓋呢，可以欣賞到亞米加呢副咁靚嘅自家機芯。官網定價49,500蚊，咁而家我哋個超順價呢，唔使4萬蚊就買到，仲有5年嘅國際原廠保用。有興趣錶迷快啲上嚟門市試下啦！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